别人这个去。你也调人了吗？那个15根抽咱昨天寄完了，牛肉明天后天13号寄你啊。好的。我去成都。好。我去成都，我寄你那个20斤的牛肉干，寄给你。好。我们有牛肉干吃了，拉马尔普出来了吗？下给吗？下给吗？现在的空数出来了吗？下给吗？对，下给吗是你的名字吗？我说这个牛肉干的事情说出来的时候，你就口述着，好的牛肉干出来了吗？什么鬼？你在说什么？我说13号我寄你牛肉干，这样说的时候，你口水都出来了。我想吃牛肉干，我已经惦记很久了。冲菜马上就到啊！好。你干冲菜100块钱的啊，不是一般的冲菜。你寄了几根啊？寄了15根呀。啊！又有虫草吃了，家人们！感谢我茶雾哥，反正我亏大了最近。谢谢茶雾哥，哎，不要这么说嘛，我们都是好朋友嘛。那对，好朋友，继续吃吧，继续吃，我继续吃吧。都是好朋友。对呀，你吃的油光水滑的，你看我啊，最近没有虫草，你看我都瘦了。好的，嘎嘎。好的，感谢茶雾哥。好的，嘎嘎。一笑美女，你以后叫我嘎嘎，这个名字特别好听，真的。我叫你 Lady Gaga。Lady 那2个字不用加，就嘎嘎，直接叫一下嘎嘎。家人们翻译一下什么意思？我们2个今天晚上打一场 PK， 你明天可不可以出你的账号里面，可不可以出一个作品？什么作品？就我有很多男妈妈，你知道吗？滚犊子！没有滚犊子，我有很多男妈妈，让他们心里面菩提动一下。那你有好多的女妈妈吗？不是女妈妈，男妈。上次给你解释一个一个解释了，明明白白的、清清楚楚的解释了，又今天忘了吗？我不说，不要给我挖坑，少来坑我。嘎嘎是肉肉的意思。你是我的肉肉。哦。哇！就明天你怎么那么恶心？你就这样说啊！哎，不摸蚂蚱嘛，你想多了吗？刚吃8点10，我的嘎嘎，你说这个话就可以了，出个作品，短短的。真的。我不。你说了的话，肯定要做惩罚呀。我为什么非得做这个惩罚？我不。没事呀，这个没事呀。明天出，后天放，大后天可以删掉呀。我不，我发1个小时，我都觉得很耻辱。那你吃。他好恐怖。所以就是下点嘛。他好恐怖啊！下点嘛。对，下点嘛。下点。说惩罚。今天晚上打榜式。说惩罚。你又准备好了是吧？准备好了，已经准备好了。榜50。榜50。你直播间1000多人，我也有1000多人，你为什么不敢打榜50？我还没吃虫草呢，没吃多。只有1000多人，榜50怎么可能打？1000多人打个榜50，你都不敢打呀？可不可以外面去跳舞？打榜50可以。打榜50，你可不可以外面去跳可卡伊？只能在家门口，因为今天晚上下大雨。家门口去的话没意思呀，真的是。但是我们这儿下大雨哎。榜50打的话，可不可以出这个作品？这样，榜50打，我输了，我下去厨房给你做道菜。你给我菜刀子做菜没意思呀。接了，打榜50输了，出去跳库卡伊。
去哪里跳？你说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们的广场里面可以去吗？可以去大街上。 Let's go！ 你输了呢？我说实话，我现在在村里面，我昨天给你发了吗？我在村里面，我可以出去，外面可以跳。你最远去到哪里？最远去的就出门口呀，再远的话信号没有呀。我在那不行，我去街上人那么多，你村里边没有人，不公平，换一个。我们两个那个坐的地方不一样，你在城市里面，我在那个村里面。那换个惩罚，换一个。这里就是个多公个人气的，别你妈了，这多公没中的，卡了吗，兄弟们？不卡。今天晚上人气那个好搞笑，怎么回事？他们直播间39万人的，现在掉到了10万人，然后1万人的掉到了2000人，然后几千人的掉到几百人，全网都在掉人。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是今天晚上我刚刚有2000，快到3000个人有，现在只有1000个，怎么回事？我也是，我刚才5000人了，现在都掉到1000人。怎么回事？今天是一个日子吗？今天可能是可能是。高健哥，你靠海，你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可以，我们两个打个榜式，你模仿那个成龙老师，昨天晚上给我看的那个模仿下。不是说好了榜50吗？先打榜式，实力怎么样看一下，然后你再想打的话，可以榜50。那好，我输了，我打醉拳跳舞啊。就那个，昨天晚上成龙老师的那个。好，那你输了呢？我输了，你输了算呀。那你如果输了的话，今天我们都停工了，注意安全，拉马尔布哥哥，注意安全。对，注意安全了，已经。江浙沪啊，这个福建的那边的家人们都注意安全，好不好？注意安全。怎么回事？福建那边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嘘，不要多说，反正注意安全，大家啊，福建、浙江、江浙沪的所有朋友们注意安全就好啊，都注意安全。能把这个把提高，那个把唱歌321，能把这个高健哥，能把这个春之歌，能把这个。等1分钟啊，嘎嘎！辣椒里面有多少全部倒。好嘞。好嘞，给。好嘞，给。来，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火鸡舞。火鸡舞，真的有那个火鸡舞者，陪你妈。真的有，来，请看。我反转一下镜头。对不起，要么就2次。我速度没那么快呀。太拉了，你都讲了，你当然都要背过的，别你妈了。当你说的这是卡西的家嘛？旁边的卡西这下个家伙子。还有，再给你看一个。人哪里有这么快的？还有，再给你看，你就要这么跳啊！那我没有这样服装呀，结果是。不用服装，你就这么跳就行。看，这不是有这种服装吗？是不是？你看这个。就这么跳就行。好，那我模仿一下啊。首先就是必须要跳出这个精髓了啊，这个精髓啊，给你放个音乐啊。
哎，他找够了吗？到个陪你们。点点关注，家们亮亮豆瓣。这个女人太坏，不是，这就是火鸡舞啊，这不是我创的。你这个舞蹈哪里看过？我从来没有看过。跟火鸡一起跳舞 ，Go Go Go Go， 跟火鸡一起跳舞 ，Go Go Go Go。不是这个耶，怎么会没有这个音乐啊？这个是不是叫什么？小管家，你去查一下，这个火鸡舞的音乐是什么？是不是烫脚舞啊？啊，对，是这个，对。去，给自己放大。哇，你太吓人了，你不要这样。你给自己放大。你不要这样子。他们是这样穿了，我看到了。不是你这样子太吓人了。不吓人，不吓人。给大家发个福袋啊，家人们！点点关注，快点后退，快把刚才的精髓给我跳出来！好吓人呐，好吓人！你要远一点啊，我们要看你那个脚啊。啊，主要是那个脚啊！哦，对，脚上放能够手头不拢，对，脚上放能够手头不拢。내가 이거 된졌어. 아니 이거. 그 쇼고. 안로냐 마테스트. 왜냐마. Tem que tacar para zona boa, já existe, eu vou dizer isso. Tá ali todo mundo ali, todo mundo. Tá com isso. Mano. Onde louco? Que situação? Que lembra? Não gostei dessa amigo. Não pode mais. 아무리 까도 셰프에 마음 좀 벌어 진짜. 되게 벌어. 야. 这成哪样？ tacar para. 啊，这是个什么鬼？这是拿啤酒盒做的吗？哎呦我的天哪，真优秀啊！这个，在家人公屏一会儿打哈哈哈哈，我特别期待他的火鸡舞，老母鸡。那这应该不是火鸡舞，它是野鸡舞。那点点关注，亮亮灯牌啊，哥姐们点点赞，给上。快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就有那个脚的速度一定要快啊！好。脚的速度啊！脚的速度要跳起来，跳起来，对，跳起来。哎，你感觉烫脚，底下有火烫脚，所以你的脚要一直起来。底下好烫啊，特别的烫脚，哎，你的脚不停的要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哇，好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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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起来，跳起来，跳起来，对对对，跳起来，好烫脚底板哦，一定要蹦起来，蹦起来，蹦起来，特别的烫脚，你的裤子掉了，你裤子掉了。我裤子掉了。你的裤子怎么都跳掉了？速度太快了嘛，裤子就掉了。速度太平时我速度快得很。
3秒还是5秒？啊？怪不得53个老婆就俩孩子呢。1个小时。那你怎么才2个娃呀？你53个老婆。哇，家人们都笑死真的。开心吗你吗？咱们互相点点关注，家人们啊！可是没去看医生啊。他又骂我，他说你骂。点点关注，亮亮灯牌，家人们辛苦了，哥姐们，你能把人整死？没有，这就是火鸡舞嘛。这就是火鸡舞，兄弟们，速度快得很。这就是对，速度快得很。就像他一样的快。快点，你的火鸡面到了没有？到了，正在煮。正在煮，有辣椒吗？辣椒肯定有呀，真的是。我也想吃。哦，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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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吃火鸡面了，家人们。点点关注，亮亮灯牌，感谢大家支持，谢谢。点点赞，我们的点赞现在是15.6万赞，我们可以先把它点到20万赞，家人们，谢谢大家。点赞。有那个要洗。一次先吃吗？我也想吃。不是，吃的时候一次先把它吃完吗？不能休息吗？对，一次性吃完。哇，那个吃法有点狠啊，兄弟们。你要呼噜呼噜吃完，呼噜呼噜呼噜哦，看见我的嘴巴里面吃都够了。对。家人们，我怕一会儿口水流下来，你们准备好纸巾啊，一会儿口水流下来。给榜上的哥哥姐姐们点点关注，家人们点点关注，谢谢大家，辛苦啦！这个火鸡舞，我爱你，把对谢谢大家的爱。打过来。哎，这个小伙挺帅，让他出来，我看看。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我看看。他的弟弟。萨瓦迪卡，不是，扎西德嘞。这个小伙子帅吗？扎西德嘞。这个太老了。我喜欢刚才那个。刚才那个人家已经结了。你500结通。你都结了，你还娶53个老婆呢？他们只有一人找一个，找完了以后就没有机会呀。我找100次都还有机会呀。凭什么你那么多次机会？凭什么自己有实力呀？你有什么实力？你都打不过我。看了吗？你刚刚看了吗？我的速度。只有数量没有质量，有什么用啊？现在整个中国里面，这样的火鸡面的舞蹈，火鸡舞蹈是速度最快的是港式芭蕾。有什么用啊？裤子都跳掉了。裤子没烂也很好。家人们，说实话，看着他胖，但是挺灵活的，是个灵活的胖子。53个只剩了2个，不会他不行。我的火鸡面马上来了，我靠！不要说的那么直白啊，旭白哥哥，不要说的那么直白。给我放大。放大。大的也当个过来。那是只有谁的？左上角的福袋还有30秒，快点抢福袋啊，家人们！左上角福袋还有30秒，快抢！他胖才是3个人，马在龙在的别你妈了！我平时最近很长时间没有吃晚饭，兄弟们，今天我是瘦了的，没办法，只能去吃，趁饭做吧，对不对？我好想看火鸡面，家人们。是红色的吗？这一袋我吃光了以后，再打不打吃一袋？这个火鸡面吃完了以后，再可不可以打一袋好多火鸡面？你还没吃够是吗？还想再吃一袋啊？我想吃你一袋火鸡面。你想吃我？官方大大，我要举报他，他来调戏我。
不是，我想你也说你也吃火鸡面。我没有，我们这儿没有卖的，真的没有，不可能吧？真的这里真的没有卖火鸡面的，真的没有。兄弟们，榜一、榜二、榜三，我们人家可关注就的，家长同胞你把送对了，我们人家关注就的。各位姐妹给榜上大哥大姐们点点关注哈，点点关注，谢谢大家。榜上的大哥大姐们点点关注，然后我们的艺校，我们两个的家人们互相点点关注。这边有2500多个人，艺校美女点点关注。我们家有2900个人，咱们也互相点点关注，给港赤点点关注，真的，我们两个已经很熟悉的一个朋友了，兄弟们，真的。那只是线上熟悉哈，线下没有见过面啊。线上我们两个见面的话，你就这样口水出来。对，我就直接嘎嘣的，我就口吐白沫，因为我长得高高的、胖胖的，我就两眼一翻，口吐白沫的，有气质的男人嘛，其他都不用说。你看到这几个胡子的，你就很喜欢。我最讨厌这种胡子的了，小八胡子。好，你讨厌吧。53个老婆都喜欢你，讨厌，真的，你吃多了。么么哒。喜欢的话，他们能不给你生孩子吗？这个我凭什么告诉你？我不告诉你。我有几个孩子，你知道吗？肯定不知道呀，真的是。我有几个小孩，你不知道呀？关我啥事儿？又不是我的孩子。我大的小孩已经现在6年级，小的小孩1个月、2个月、1岁、2岁那种各种各样的有呀，真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那你要不要去查一下呀？不用查呀，确定是我的呀。各种各样的，总有一样不是你的吧？这个我自己知道，心里面都是你的，怎么会各种各样的呀？就有些胖胖的，有些瘦瘦的，就这样各种各样的有。还有眼睛大大、眼睛小小的，皮肤黑黑的、皮肤白白的，5颜6色的，对吧？我的天哪！等会儿没有辣椒。哦，辣椒的。你吃白色的？那是啊。什么调料都没有。有，调料有。全部搞里头。全部搞里头。搞里头。还有黑色的，还有白色的。这个全部要挑战吗？全部搞里头。滴滴答，还有黑色的。你看啊。好，哇！哇，好有食欲啊，家人们，我想吃哎。干干净净啊。OK。把它拌匀了啊，拌匀了。1口吃吗？2口吃？3口吃？不用，你就吃就行了，正常吃就行。哇！不能休息，正常吃是吧？啊，正常吃，好吃吧。对，火鸡面就是拌面，不能加水的，家人们，就是拌面。哎呦！哦，你还没吃呢。你怎么那么多戏呢？你一口都还没吃。哦，对，现在没吃。你怎么给自己加那么多戏啊？看啊！好，怕什么嘛？男人嘛，真的是拉嘴巴是拉嘴巴。吃。哇，看着好香啊！我看那个房东吃面的时候，我没有什么感觉，我现在真的好想吃哦。哇！哇！辣不辣？看着太香了，家人们，太香了。
哇，真的好香哦！哇，优秀优秀，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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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是不是特别香啊？我的口水流出来，我也是。火鸡面太辣了，真的吗？它不会要甜甜碗吧？看了很好吃。你把碗舔一下吧。再炸一个火鸡面。拿卫生巾。你没吃够是吧？还想吃啊？这我不会收的。但是我真正没有卖火鸡面的，不骗你。这你给我放下。你还能唱歌吗？现在？啊？你现在还能唱歌吗？可以。唱。捉不了，得捉不了。姐姐跟那的家人不说，不行，真的不行。喝点水，喝点水。你喝点凉的吧，你喝热的，你不是越喝越热吗？不是，第一次烫的时候越喝热的，就马上就冷的喝的时候马上就效果有一点点，在后面就没有效果。话说我告诉你，你必须想个办法，火鸡面。那你给我从西藏寄过来吧。我绝对不相信你在城市里面怎么可能没有火鸡面？因为我们大理人不吃辣，这边吃甜，所以他们不卖火鸡面。可以，你们这边有尖椒，你吃尖椒，我吃火鸡面。我们这里的人不吃辣，所以只有甜椒。你们这里的人都是。对啊，我们吃甜，不吃辣。哦，可以。有没有盐？没有。有没有白糖？没有。甜的成分。我是你我不起。不是，你刚才不说了就再打一把吗？你刚才说了就打一把。我可以报仇呀！我那么拉发是那么辛苦。你都报了一次仇啦！我还想报仇，我拉你要报一晚上，快死了。那你自己接的嘛。我没想到火鸡面这么辣。那你自己说的，你说我接了。你吃青椒，欢迎长安哥，我这只有甜的椒，甜椒。给我看一下。没有，我得现买。整个中国里面那到处地方都有辣椒，你那里没有辣椒，你在咱们部队里面吗 ？zero。对啊，因为我们这里不吃辣呀。真的。好，我输了的话再可以吃火鸡面一袋。你输了的话去外面广场里面跳可可以。发誓我要报仇。可以不用吃。总把打一个。最后一把这个打完了我就下播了。真的，男人说话算话。我前面已经拉得快死了的人一样。没事。我现场给你跳开幕式的开场舞。现在太晚了，不能开幕式的开场，我先你给我看个视频，我看我的家人嘛。你这样，你找什么视频我跳什么一会儿。就那个世界那个世界和平的那个开场舞，你给我看一下。不用你找什么我跳什么。
只要不封号的，你找啥我跳啥。也被你妈了做。哦，你就跳这个舞蹈。我怕我把你跳走啊！发誓，你要跳这个，你要跳这个。我真怕我把你跳走刚刚这个。前面说了，我也什么都模范做了嘛，对不对？你也做这个模范。我没有这个服装啊！不要穿这个服装，你动作必须要到位，这个动作。你知道这个在我们老家叫什么吗？啊，跳大绳儿。跳大绳小绳不关我的事，反正你要跳这个。那你输了呢？你再吃一碗是吧？可以吃。好，接了。你输了，边吃边跳，吃完跳也行。打不打，兄弟们？打不打？吃完了跳，你输了，我问你你吃完了跳。家人们，最后打不打？最后打不打，兄弟们？最后打不打？可不可以支持我？可不可以支持我？可以的话打说，公屏里面；不可以的话不打说。欢迎竹杖哥回家。打。不打说的有3个，其他都是打说。打，80我不怕，打。来，你开吗？我开。OK， 来，做好准备。3、2、jump， 耶！ jump 的 no jump， 现在打，来，兄弟们上！现在打，兄弟们，现在打！欢迎雪姨男孩兄弟，感谢我们的点子。我拉着叫哥可在了，送了个就这样，兄弟们就这样，直接开，兄弟们，现在首次返美，直接开，感谢我们的雪姨男孩再次送来的正式飞机，谢谢兄弟。我拉着叫哥可在了，去索口快点。别你妈了，做加油一把！每一位所有的大哥大姐、帅哥们，你们现在一定要赢一下，兄弟们！还有国歌咕噜咕噜呱啦呱啦重，西瓜歌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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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谢谢了，太爽了，打得太爽了。给榜上的哥哥姐姐们咕噜咕噜咕噜重，点关注，家人们。像这样的服装，大概像的有没有？大概像的，一模一样的我跟没有？你说了没有？我知道一模一样的没有？大概这样像的服装有没有？你想个办法嘛！我也真的那个胡姬舞蹈跳的时候，想个办法这么精彩的，你看嘛，这样跳啊，哦，就这样。还有你看嘛，他们是边唱边跳哦。那你等我一下，我拿下来啊！你等我一下。好，我知道了，你等我一下啊！我拿下来。我们这边有人唱，你来跳啊！我们这边有人，亚希们那么你都等家有的，大眼这个电幕大姐的学艺男孩的彩铃错么用户大个康巴汉子点子，家人东部的家人我也到对了，么家里个关注觉得你妈了，怎么你都等家弄呢？么家里个关注觉得都浪唱的，别你妈了，从的干到那个结果去的，3、2、1。几把爬上坡，你妈了做光着去接入的，学艺男孩了，没家的三千么子鬼嘛的，他们那么学艺男孩家长懂不得，没家的三千个光着接入的学艺男孩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永红大哥走了吗？彩铃从我点关注兄弟们，彩铃从我点关注，永红大哥点关注，康巴汉子点关注，点子点关注，别点关注兄弟们，没菜点关注，给没去。胡姬没用这啥给嘛？就感谢他们，算被你妈了，这要3个。没家的年后，学艺男孩了，光着街头的他们那么看着，没家的年后，我们的朋友啊，差不多个可惜。哦，打你些许，碰见你个裙子，你个这些要不把老了被当这个3个。
看今年怎么个？可以吧？哦，在那个下面裤子不穿的话，这样有点不合适呀。裤子大大的拉包裤子有没有？裙子穿。穿个裙子呗，穿个裙子呗。没有。哦，没有的话没事，你这差劲的要来的，不要你妈了，是马上这做的。来，我开始了啊！放大。对。空间大的地方去，空间大的地方去。我们这边什么时候唱完去，你就什么时候可以休息。我们这边没有唱完的时候，你根本就不能休息，知道不？哎呀，快点，那手。不，我现在都是这个嘛。这娘被真的，看不能陪我娘被跟的。我来了啊！好嘞，好嘞，好嘞。不是这样，先你好好看好，看到这个视频，先你好好看好，你给我放大，你给我放大。那到隔壁中着。怎么来的这么灵个啥家？啊，知道了没有？知道了。放大。你不用唱，瞎干嘛？你那么难听的，你不用唱。我们这边放歌，你跳。你放吧。你开车不要跳嘛，慢慢就。哒哩哒么哒啦哒，啊哩哒啦哒哩哒啦哒，啦嗦呀啦啦么。他到隔壁中着，咱们来，那口，人哪来的啊？你不要出题。呀，等等呀，3、2、1，开始。哎，你不要唱。我们这边唱歌的人专门有，你听一下可以吗？啊，你唱吧。啊，你感觉听他的歌，然后你就动作那些感觉动一下嘛。3、2、1。啊耶，谁说龙比巴拉谁就讲口大啊耶。啊耶，谁就讲口大耶。啊耶，谁就讲口定啦，谁就不重要啊耶。哇，好听。啊耶，谁就不太快了，太快了，慢慢来。啊耶，慢慢来。等。啊耶，我说龙比巴拉，我就讲口大啊耶。啊耶，我就讲口大啊耶。啊耶，我就讲口弄啦，我也不重要耶。啊耶，我就不重要耶。阿里马蒂。哎呀。
好累啊，这个。只有一个动作吗？好烦啊，真的。他就这一个动作。我们这边看俺说狗、小说狗多得很，你怎么回事？这 game 吗？为你们。早知道我就选吃火鸡面了。那你这边，这是我们特色的舞蹈。啊的妈！你给我放大，你给我放大。来做那，你们看这个，你给我放大一下。你做你们看这个大桌子，你又要给自己加什么戏呀？要不蒙个早就嘛的，他当咱们这边个对了的，俺做个中央的，大家动车都全都做个嘞，俺做个桌的，大家动车都全都做个嘞，蒙着蒙不对的嘞，俺做盘你用你个样样的个拍着的。我给你放大，我在听你说什么，我一个字儿没听懂啊！你妈的这。3分钟都停了，都5分钟了，不跳了。我都跳了5分钟了。我不跳了。你们扛把太多了呀！你干嘛？你为什么要挂我的麦？不是像昨天晚上一样，这个没。等会儿你的美颜掉了。啊！等会儿你的美颜掉了。美颜掉了就很好呀，自然皮肤。真的。你长得好丑啊，港吃巴的。你好黑呀！我黑不黑关你没关系，关你屁事，赶紧做。你真的好丑啊！这才是自然帅哥，这才是自然帅哥。过去。哎，等会儿让我先笑一会儿。皮肤怎么这么黑呀？这个是关键的原因。我发誓那么没那么黑，这是关键的原因。因为我在木饭里面，你看嘛，我在木饭里面。原来如此啊，这么回事啊！别人不要的，我们也不要。没事，我黑有我自己的事，白有我自己的事，反正你过去好好做吃饭。Let's go。叫什么？要我是我的话，我就不好意思播了，我就下播了，真的。你不用做吃饭，你可以下播是吧？好，来，你给我放音乐，我跳什么舞啊？你说嘛，我跳什么舞？跳 disco，DJ。什么叫 disco？ 那个舞蹈叫什么名字啊 ？disco 了。disco 了。我都不敢看你的脸了，我看一下，笑一下。disco。知道不？说实话，你这样的，你白送给我，我都不稀得要。你太黑了。你这样的瞎给嘛？给我有我不要了，因为你的温度全部是下面去了。OK？ 什么玩意儿？因为你的所有的那个全部下面去了，这要没有。哼。你胡子都歪了，口水都流了一地了。胡子可以弄呀，明天。你能不能把胡子先整正一点？你胡子都歪了。我给你下面我流口水，我那其他女人藏族美女那些碰到了的话，那我能看这吗？他在说什么？我听不懂。你妈了个钟！不是妈了个钟，你妈阿喽。你妈啊了个钟！个不是个。正能量，家人们，正能量！来一波正能量。这是上海话，阿拉上海呀，俺没听过这种上海话。有实力的话报仇，没有实力的话，赶紧去哪里回来哪里滚，睡觉。官方大大，我要实名举报他。
他让我滚。不滚，不滚！官方大大，我要实名举报，我梁笑嫣实名举报港赤巴的，他对对手非常的不尊重。官方大大，一笑美女是我的好朋友，她嘴巴里面什么都说，她心里白得很，她是一个善良的姑娘，我很爱。行了，你不要老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我不爱听。我昨天晚上凌晨2点钟给你这样了，你没接呀2点？不可能啊！凌晨我一般都是6点才睡。哦，那时候你在忙，没看到是吧？我晚上忙着呢，你不知道我晚上有多忙吗？怪不得，我就给你这样的。我想有一个心里话，有几个我想告诉你，但是你没接。那你现在告诉我吧。你现在直播间里面不说我？说。不说。你说不说我也不会接受你的，因为你长得太丑了。我呀。我刚干死了，再有肉干啥了肉有，却不能下给嘛去了。他又开始用藏族话骂我了。对你骂了可能，我不公出把的干啥干了的呢？公了你妈想着有，马上骂了的呢？错了没就讲着有，看的好啥个气就有。他又开始用藏族话来骂我。不是，我好羡慕你，你官方识别不出来你的语言，你怎么骂我都行。官方，我们2个是朋友呀。抖音官方第一个做的那个动脑子那个是我舅舅呀。是你舅舅啊？对，他现在发财了，发的大了，真的。你舅舅还缺舅妈吗？如果我们2个过几天一起有个大型 PK 的话，你打不过我。不是让他一把，你看把他给嘚瑟的雨拔棍都翘天上去了。因为我舅舅是抖音官方呀。你舅舅叫什么名字？报上名来。劳斯莱斯。跟我读，那叫劳斯莱斯。劳的劳斯，汉的汉斯。劳斯莱斯不是这样，劳斯莱斯。劳的劳斯，汉的汉斯。没有。这个你假话说的，劳斯没有，劳斯莱斯，你有吗？我梦见里面想开一个。是的，主唱哥，一鸣老师。一个劳斯莱斯不需要那么多呀，就1000个 W。1000个 W 你都没有啊？那你还有什么资格跟我打 PK 呀？现在没有，所以就挣。在以后没有1000个 W， 不要过来跟我打 PK。哦，明天晚上开始有，马上打回。港赤巴登真的好好玩啊！我发现我看到他，我就想玩玩他。你像妈妈这样我1天我2天我1个月我2个月我，然后我的心这个让我没办法会爱上你了。真的我也有点舍不得你呀！哎，你这个姑娘，越看越美，越看越白，越看越身材那些细细的长长的。为什么这种话从他嘴里边说出来？现在我这个港赤巴的，哎，皮肤有点黑呀，为什么呢？我最近你也知道，1个月我就到处地方苍蝇上这样转过去的，防晒霜、白色那些什么都没涂，真的。过2个月去，我就脸马上就白了，你放心。我不要你，不是你皮肤黑和白的事儿，是别人不要的，我也不稀得要。每人有53个，我打不接。连50个3个都不要了，我还稀得要吗？
好，白球。那你其他嘛，好。我走了，再见。就是没有实力的话，只能去做呀。真的，这个说实话，兄弟们，真的没有实力的话，只能就走，赶紧睡觉，不用浪费电，不要浪费你的身体，好好休息。有实力的话，找港车8店 ，Let's go。哎，我就不上你的当。啊？我有没有实力，我也不跟你打了，我就不上当。不上杠，我就不打了，怎么地？就是没有实力的话，不打也好一点呀。1打输，2打输，3打输，这样的话有点尴尬。我操，什么直播？官方大大，我又要实力举报他，他骂人，他说我。凭什么你一晚上这样你都不封号？我什么都没说就把我关进去？不知道，官方是我舅舅嘛。我拉关系，官方马上可以打电话呀。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我什么都没说就把我关进去。这个事件不是不公平，这个事件没有实力的女人，最好不要跟港车8店一起。真的，有实力的女人可以跟港车8店一起，没有实力的话赶紧睡觉。忍住，淡定，忍住。大力，你说一下大力。说什么哈？大力，说一下嘛。滚！哎，滚官方，他说滚他说我滚说了。我说的是歌无恩。歌无恩滚。没有，哎，官方大大他说他骂我。官方大大他说他骂我，他骂我，他说他滚我说了。我说的是歌无恩，他骂我。官方大，你听到了，公民扣1件吗？他是不是骂我？不要屁话多，没有实力的话赶紧去睡觉。我没说他滚，我说他去。打榜30，报仇。30不大。榜50。榜50可以，榜50。真的榜50，我昨天晚上。好，接了。你输了，记20根虫草。不记。你想多了。怎么了？你怕了你就退下，胆小鬼。我不怕呀。实在是害怕了你就退下。我不怕呀，真的。来20根虫草，不怕你就接。20个你退下，胆小鬼，没有实力，没有条件，你退下。20根虫草。那你说了的话，你说。20个夹木。什么玩意儿？20个夹木。夹木是什么？就20个夹木，你给我找出来。夹木是什么？夹木不是破木。夹木是什么？火鸡面吗？接了。火鸡面是吃的。20个火鸡面接了。不是火鸡面。那是什么？芥末接了20管芥末，寄给你。20个芥末。 20个节目。胸口碎大石吗？木。节目嘛。我前面有53个都是藏族嘛，再20个汉族。接了。可以。你输了20根虫草。你嘴巴里面听话不要多嘛。我200个我都能找得到。我云南大理这么多白族金花，20个我都找不到吗？他们为什么听话你啊？因为我是金花之首。金花之首，我是他们的头，知道吗？头。
中华叔叔什么意思？就是我是他们的老大，他们要听我的。哦，你是北面主任吗？主任。啊，对北面主任。哦，对，你是脸是磨砂，身体是马根吗？对，哦，怪不得，你原来是马根。啊，对。哦，20根虫草，来。在直播里面你就假装我是个毛砂群群嘛，想这样是吧？对，不要废话了，20根虫草了。对，都对。哦20根虫草来保持开会。真的，怪不得。开会，闭麦开会。哎，来，家人们，干什么？惩罚没有定啊。20根虫草啊。那我不会赢吗？那我输了，你随便发呀。这个榜20不大，虫菜榜10。哦，榜10可以打，但是这榜10个冲菜，但是这个冲菜现在打不了。为什么？现在冲菜很少，真的买不到。那你明天不是去寄牛肉干吗？再给我加10斤好了我们那个。现实做惩罚，马上今天晚上做惩罚。现实做惩罚不想跟你最好的，不想跟你做现实的，你不好玩。你也不怎么好玩呀，真的是。我们两个是娘子呢，抓子呢，娘一样呀，真的是。你以为你是这个世界上里面最好玩的吗？那你为什么不带过来孙悟空和那个猪八戒那些？为什么不带过来？一类都没有，嘴巴里面什么都别说。好，我输了，我给你寄点云南特产；你输了，你寄点西藏特产。不要，我特产多得很，家里面。你输了出去洗碗。可以呀，可以啊。你输了呢？不是，你现在在哪儿？我现在在一个县里面。县里边有地方洗碗吗？欢迎我手镯哥。门都关了，我下面有一个邻居家里去洗碗。邻居家里边。哦，我在2楼，我的邻居下面有一个，我下面去10个碗我可以洗，真的。手镯哥打榜是一会儿帮我占个榜吧，手镯哥，我给你寄虫草。啊，你的邻居是男的女的？肯定是女的呀。你笑得好猥琐。真的。你的邻居是个女的，那我不让你给她洗碗了，你给她洗一个 foot 什么意思？ foot 公版吗？他的脚。安不等吧，这种人三个扶他的。接不接？那你给他洗一件衣服吧，好不好？给他洗一件衣服好了。他的衣服已经洗一下是吧？给他洗一件衣服。哦，这样的话，他主任那个吃醋的话怎么办？真的不会的，你说都是好朋友，都是邻居嘛，应该的。这个情况有点尴尬，真的。一句话叫做远亲不如近邻，邻居就是要互相帮助的，对不对？洗件衣服算什么？要互相帮助。主要是他们两个现在已经睡得香香的嘛，我就让他们两个打扰，拿一个衣服我洗一下，这样的话他肯定生气啊，真的。那不洗衣服也行，那你给他刷一双鞋吧。我偷偷的泡一下他
他的一双鞋偷过来，我就好好刷干净放在那里，可以吗？不行，正大光明的做人怎么可以做这种苟且之事？不是过去这事，我不是偷东西呀，刷完了我就放回去呀。你这个是你要经过主人的同意，你说你好，我是一个洗鞋匠，我可不可以给你洗一双鞋？这个不可以，他这样的话，那个主人生气，发誓他尺寸大得很。那你给男主人洗也可以，这样不就不吃醋了吗？给男主人。主要是现在他们两个睡得香香的，我不想打扰他们两个呀。那你去给人家刷碗，你就不打扰人家吗？刷完的时候，他们厨房门开了，我直接可以进去呀，不打扰。你不会，你经常干这种事儿，你怎么知道人现在厨房门是开着的？我们很熟悉呀，我们很熟悉。我有时候去他们厨房里面，那个女的有可能有时候来那个厨房里面，我们两个碰得到呀。你俩在厨房干什么？就一起洗碗呀。真的，我帮他帮我。叫什么？那个很正常呀。搂着洗的吗？起来洗的。啊？起来洗的。起来洗的是什么意思？起来，就我们两个都站起来洗的。的意思是搂着洗的吗？搂着洗的吗？是吗？不是头不慢，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头不慢？我没有摸他呀。他在洗碗的时候，我就帮他洗完了，就我回家了，就这样。正能量打一波加吧，正能量。我没有摸他，真的。我现在悄悄去在厨房里面真的洗个碗。不行，不，光这么偷洗个碗太没有意思了。正能量加吧。反正我不打扰他们两个，你就换一个称号嘛。不打扰他们是吧？真的，因为这个人年龄有点大。年龄那么大，你也能下得去哈？第一个他年龄有点大，第二个他脾气有点大，他马上到60岁了嘛。他的主人的娘没到40岁嘛，他们两个差距有点大，所以就他有点生气我。一个60，一个30多是吧40多。40多。你多大啊？我33嘛。40多的你也喜欢啊？他害怕，他特别担心我。那个主任60多的那个男人。他天天明白了吗？就是担心你是那个隔壁老王，担心给他戴绿帽子。我们两个是邻居嘛，他们两个住在下面嘛，我住在上面嘛。那个人是已经63了。他的主任那个娘子嘛，他的老婆。他40多。你们两家人都不关门的吗？厨房都能随便进啊？厨房我们随便进。我们厨房里面那个娘子有时候过来，他们厨房里面有时候过去，这样。家人们，就哪怕我去看看他的厨房，我也想让他，我也想看一看。你要输了的话，你就去厨房刷一个碗，然后跳一段舞蹈，我让你跳什么你跳什么。他的厨房里面我就跳舞，无声的，
你不用打扰人家，无声的跳。轻轻的。哎，对，不发出声音的跳。哦，可以。然后洗一个碗。啊，你输了，出门，一个饭店里面去10个碗可以吗？那你没有人，我也不能有人，我也要偷偷的，公平。那你邻居里面公平的偷偷可以去吗？可以啊，我楼下我去我1楼的邻居家里边洗个碗，跳个舞。公平。对，我1楼的邻居也可以放肆。拿的是房子。家人公婆的家人结完嘛到包了西门那吧。来开个会。要么开个会。好。你妈了这。来做好准备，3，备好票，哥儿姐们啊，2，1，看兄弟们，现在他说可以，就是现在上！感谢刚哥1位大哥1千块，感谢刘哥2位大哥，感谢我。感谢这些所有的大哥大姐们，加油！保时捷直升飞机，保时捷直升飞机，保时捷有的话，现在大兄弟们，直升飞机，保时捷有的话。每一位所有的大哥大姐，给你们一起加油一把，兄弟们！打的是榜首，打的是榜首，兄弟们，榜首！不要你妈了，欢迎太阳大哥，太阳大哥可不可以来一个直升飞机？太阳大哥，你妈了，太阳大哥，你没拉下干部大哥，动身家么子人们个四川拉姆，激动身家么子人们个没在，激动节家么子人们个没在能够最没在喝酒，没在喝酒四川拉姆一个保时捷可以吗？没在一个保时捷可以吗？没在一个保时捷可以吗？四川拉姆一个保时捷可以吗？白马蹲着一个保时捷可以吗？白马蹲着江大成我一个保时捷可以吗？江大成我一个保时捷可以吗？感谢点赞男家兄弟破烂的价格给了送了个加油一把，最后加油！他这样的带来的不用你妈了，这没人从我这里当不要彩礼，他真的这黑马的。喝酒，他家人接吧，激动人家，江大成我，激动人家人个江大成我，要就要吧，激动个家是，家么开车是，去吧。你在干嘛？你的螃蟹你不叫什么？你不会以为你又赢了吧？不是，我说你的螃蟹叫什么？上场结果，我的榜10是1918哥哥1980票。好，去吧。去你邻居的厨房洗个碗以后，再无声跳一段库卡伊。无声没有放声音就直接去跳是吧？你要想出声也可以，我绝对不限制你。就是你声音肯定不能放啊，那你就无声跳啊。无声就是悄悄的跳意思是吧？但是你不能这样跳，哪怕无声你也要这样。你叫我嘛。疯狂的跳，先把10个碗洗一下是吧？快去，先把碗洗了就跳，或者你边洗边跳也可以。嘘。好像有人说话，没有睡着。没有。你给自己放大，念经。放大。这边念经。大晚上的念经啊，太吓人了吧？不是，音箱里面小音箱里面念经。太吓人了。下雨了，下大雨了。我们这儿也下雨了。
他好像一个小偷。你找一下厨房，我们看看。你反转镜头，找一下厨房。对，把镜头反转。找一下旁边，再找一下旁边，再转一下，我看看。碗在这里，这里可以洗。行，洗吧。洗几个碗？洗2个就行，然后再跳舞。鬼鬼祟祟。啊，洗碗还是挺熟练的，鬼鬼祟祟。来人了，有人出来了。大河向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参北斗，你走我走，他都。小，他们两个在这里面睡觉，我给你看。人家睡觉都能看见。他们两个在这里面。你找一下，我看看。把手机放窗户上，港吃巴登，你在干嘛呀？哎，怎么有人在这里跳舞啊？库卡伊。哎，这里怎么有个人在跳舞啊？好奇怪呀！你是个小偷吗？狗来了，快点，狗来了！哎，水没有关水龙头，浪费水。你浪费水都没有关，你把水龙头给关了呀？你去关一下水龙头。不是你这样浪费水不好，水是生命之源，浪费水可耻。哪里浪费水了？没有浪费水呀。你没有关水龙头，我看到了。那个水龙头不用关，一直24个小时就这样。为什么？多浪费水啊！我们西藏有的是水，你不用关。那也不行，太浪费水了。我们西藏有的是水，你不用关。那你给我们运过点来。而且我们那个水都是自来水，西水东调，运过来。水特别干净，知道不？水特别干净。我看不惯这种浪费水的现象，不行，要关掉。你看嘛，我们的水这么干净，像矿泉水一样，真的。
像矿泉水一样。我们的水不用过滤，不用过滤，自然过滤了。你们是山泉水啊？对，山泉水。珠穆朗玛峰的水啊？不是边种的水，边种的江大县边种的水。那人家说喝山泉水可以皮肤变白，你怎么这么黑呀？我最近天天晒太阳，那个长阳山去了。你长阳山去的话，不带2天就黑了呀，真的。嫣然，我想听他唱歌，给我们唱首歌吧。欢迎神秘人气姐。想听歌的话用实力了，免费不唱。你好抠啊，我也给你唱一首，你也送我一首，都是好朋友嘛。这个不错。对呀，我们都是才艺主播，来，我们各唱半首歌送给大家，好不好？可以呀。可以呀，给你唱吧。那我先来吗？好，亲爱的嘎嘎。就嘎嘎。谁是嘎嘎？嘎嘎是好意思，真的好意思，一小美女，你不用乱想。那你说我是个嘎嘎？就我叫你嘎嘎，你也叫我给波，这样可以有时候。那是个好意思，你说我是个嘎嘎？对，你是个嘎嘎，我是个给波。嘎嘎是什么意思，家人们？宝贝儿的意思啊。哇，好听！这是我今年的新歌。你的新歌啊？你自己编的吗？这个曲子是我自己编的。哇，港池巴登还是非常有才华的，家人们啊，有才华的一位西藏的原生态的一位藏族歌手，太棒了！给港池点点关注，家人们，给港池点点关注。感谢你们的支持，大哥们的。听不懂，虽然语言听不懂，但是这个旋律大家是能听懂的，对不对？就是一种很欢快的，应该是祝福的，然后欢迎远方到来的朋友们。那是祝福的词。祝福的词，对吧？对，祝你们万事如意，多多发财的意思，就祝福的。听了感觉心情特别好，很开心。就是人，这天天开心，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就这样睡。你这样的时候想的是什么？特别开心的原因嘛。你这样的时候想的不会是我吧？说实话，前天晚上梦见你了。说来听听，什么梦？就我们两个很大的一个城市里面，我没有去过的一个城市地方，我们两个一起这样手，你的手这样抓住我的手，我们两个这样去着看着，这样梦见了。你不是白天偷看我撩小哥哥了吧？但这个不说吧。啊，你是不是把我大街上撩的小哥哥想成了你自己啊？牵着手。哦，对，大千山里面，我抓住你的手，我们两个这样。哎，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玩什么？我就问你这样。你说，这样想着。我翻白眼了。突然就我睡醒了。关键时刻我要开始要吃什么了，你要请客了，然后你就醒了。没问题。你怎么不等我吃完了，你结完账以后你再醒啊？没问题，请客小问题，小意思。你要这样放在现实当中，你逃单呐？逃单？你好抠啊！你梦里边都这么抠啊？不是啊呀，我问了你，你确定没有说你就这样，这样想着，突然就我睡醒了。不可能。如果我要说的话，如果我抠的话，我就给你，哎，嘎嘎，你喜欢吃什么？我这样会说吗？不会说呀，真的。真的，你说我的嘎嘎，那这样我们两个天天晚上连面这样打 PK 当主战，天天晚上我们两个见面的话，真的我心里面会很热。我的傻逼，这是什么意思？我的心里面没这样这么的这样上个热。
就是没有想的事情想，没有干过的事情就这样想干的那种，心里面会来的。在我们两个，我的刹车就真的有一天会接上你的这个上面，我这个刹车会有可能接了的。你不会爱上我了吧？对，你入戏太深了吧？我不知道，反正真的天天晚上我们两个这样，天天晚上连面这样看见到，发现你这个头发和你额头、你的鼻子、你的嘴巴、牙齿那些都我清清楚楚，我就一个笔拿过来，你一小没有画一下似的，我就马上可以画。这下完了，家人们，一个打药哥，一个唐老三，接下来港吃巴登也爱上我了，怎么办呢？我这该死的魅力！你们一个个的男主播怎么跟我连过麦的都爱上我了？我太优秀了，我这该死的魅力啊！哎呀，我在以后收着点，不散发我的魅力了，家人们，他们都爱上我了。如果我爱上你的话，有没有果干？有没有什么果干啊？有果盘你吃吗？不，果干。啊？机会。机会呀、你先把你那53个老婆休了再说。我不愿意跟别人分享我的感情，我的感情很纯粹，一生只能一双人，一生只能爱一个人，不可以3妻4妾3宫6院。那53个跟我没关系呀，换袜子一样，一天换一个我的袜子。占有欲非常强，我的控制欲非常强。你但凡身边有一个女人，你别想沾我的边儿。我的这53个女人，换袜子一样，一天换一个袜子，一天换一个袜子。他们跟我现在没有关系，现在我是这样单身 ，Let's go。我是你第几双袜子呀？你准备下次什么时候换我呀？不换，真的不换。穿臭了也不换吗？换臭了也不换。你以后老了牙齿掉了，头发白了以后，我就牵着你的手，我爱上你的一小美女，默默的手，我爱上你，就这样说。你洗洗睡吧，明天去给你嫂子洗碗去吧，还是？你的邻居嫂子还等着你呢，还等着你抱着她洗碗呢。邻居的那个哥哥，他早上6点半起床去上。6点半人家起床出门，你都知道，你卡着点啊！你时间管理大师吗？啊，哥哥一出门卡着点就进去了，嫂嫂，我来了，嫂嫂。对，那个哥哥早上6点半出门，真的。时间卡得真准哈！观察人家两口子，我这个窗户里面就这样，哥哥什么时候出去了？这样看，他就背着一个包包，6点半就这样出走了。然后我那个下面厨房里面去。然后厨房里边干什么呀？厨房里面做饭呀，就我们两个。你俩做饭吃啊？对，我们两个一起做饭，我们两个一起做。你俩包饺子吗？他包饺子，我包包子。啊，他把饺子给你吃啊？对。哦，他煮的饺子好吃吗？他煮的饺子特别好吃，真的。什么馅儿的？有点甜甜的那种味道。甜甜的味道。你甜甜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像乌梅子酱的味道。哦，就这样哟。那下次就是你还是稍微那个什么悠着点，万一你大哥回来了，看到嫂子给你煮饺子，然后
大哥容易吃醋啊。大哥中午12点钟回来了，他大哥什么时候回来中午12点钟他回来了。 ？6点半到12点。嗯，这几个小时你和嫂子都在一起。差不多。哎，包子是什么馅儿的？包子我包他，你包的什么馅儿的？我包的是香辣牛肉包子。哎呀，家人们，港式巴登，你们说他见一个爱一个，每次爱的时候都好专一哦，而且还是个时间管控大你说师。的那个是实话实说呀，真的。他们说是火腿馅儿的，虫草馅儿的你。不用，你这个直播里面不用看，这个直播里面看的话，哎，这个人身体也太胖了，脸也有点黑了。你这样又担心有的话，过几天我买个机票，可以飞过来，我们两个线上可以见面呀。包饺子、包包子包够了，不够我还找。你不够你接着包啊！你来找我干什么哈？那现在你马上阿嫂一了，阿萨尔，阿萨了是什么？对阿萨尔，马上就是怎么说呢？就天天吃饺子的话，不想吃的那种油嘛，感觉。吃够了。对。那我跟你说，我这一盘可不好吃哈，我这一盘里边有鱼刺，容易卡着你，你吃一口吞下去容易卡着你。卡着最好呀。我是山东鲅鱼馅儿的，里面全是鱼刺。你一般人可吃不下去啊。吃得下。啊？大鱼。鲅鱼馅儿的饺子。鲅鱼馅的饺子我没吃过。里面全是鱼刺，一根一根的那种。那是我不喜欢，我要看你呀，其他不知道。真的，吃饭都小问题，就简简单单的吃一下就可以了，就结个重要事，我看你就可以了。你就看我一眼。我必须有。然后你就回去了。必须有，我想见你，我想待1个月，然后我就好好的开开心心回家了。你待1个月，你想干什么？哎，他这个直播里面不说，我就跟你这样。这个里边说啊。哦。可以吗？家人们，说是卡死了也要见你。那你要来了，就是我看你的胡子不顺眼，我想给你拔掉，你愿意吗？知道。愿意。那你能不能明天先把它剃了，然后你再来见我？我讨厌你这个小胡子。你说的是真的吗？真的。那我到内地的时候，我们两个去专门发胡子地方去擦一下的话，以后不长出来呀。不行，先拔了以后再说。我跟你先说实话，这个胡子发了的话，没有男人味道。男人味儿太难闻了，不要那个味儿。真的，这个我觉得特别好看呀。你以为你男人味儿就是靠这一缕小胡子吗？唉，马上刮掉，要不然不要来见我。越看越讨厌。当这个刮完了以后，我可以来吗？对，用3个字来形容，就是有毛用。这个刮完了以后，你就不喜欢我的话，那怎么办？这就是看你对我的诚心诚意啊！因为喜欢我的人太多了，什么打药哥，什么唐老三，各种好多人都追求我喜欢我。你如果连个胡子都不舍得刮的话，我凭什么要喜欢你啊？
追求我的人太多了。很多女人喜欢这个胡子，我没有刮。那你就去找别的女人去啊！你找我干什么？我听你的话，你先听啊。我听你的话，刮这个胡子，你有什么奖励？又是一个三香店痴情的主。什么奖励呢？如果你把胡子刮了的话，那我就奖励你。说实话，实话实说，奖励好好有的话，我明天早上安排到位。家人们，你们说，真的，你们说，没有奖励的话不公平啊，对不对，家人们？很多女人爱上这个胡子，我为了他们的路了。他说一些女人不喜欢说我为了他这个刮的话，他肯定需要一个奖励嘛，对不对 ？Let's go， 这个真的。这样吧，家人们，他到时候把胡子刮了，他毛都没有了，那我就给他织一条毛裤吧。你什么？给我什么？你毛都没了，我送你一条毛裤好了。现在夏天你哪里穿毛裤？你可以留着，等冬天的时候回西藏穿。不要毛裤，你给我送一个皮带。抽你啊！皮带是你们汉族是什么意思？知道吗你？皮带什么意思啊？应该知道吧？跑马的汉子驾除了你，我其他上面敲个不句的意思。皮带，感谢其他上面。除了你，其他外面敲个不句的意思。敲个不句。哦。除了你一个人，其他那边敲个不句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只让我把你拴住，其他人不让拴。拴什么意思？拴就是给你挂脖子上，给你拴住啊。但你简简单单说的话，除了你一个人，就是其他啊，我知道了，我小王子他脖子上也有，我给你买一条一模一样的，我给你拴脖子上，然后每天带你出去玩，我牵着你的小手，每天带你出去溜达。你给我一个皮带的话，你看这个。我送你可以，没问题。我送一条跟我家小王子脖子上的一模一样的。看一下照片，图片里面看一下皮带哪个样子。可以。皮带好的话，我明天刮，兄弟们，真的刮。质量很好，我家小王子已经用了4、5年了，也没有坏过。真的吗？真的，不骗你。帅气不？这个皮带特别帅，老帅了。给你看看哈。好的，哥哥。我找一下我的订单。你妈了，就看不搞个对不对？那你看，还不要信。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讲，这个质量特别好，我家小王子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哥哥。一锁一干性的，这谁发明的呀？狗狗夏天怕热就用它，蜂窝透气设计简直太爽了，正反面都是透气，而且还带安全帽。